我摕到3万块的秘密。现基金呢？那是3万块，哎是啥秘密啦？你莫甲别人讲哦。好，吼，你若甲别人讲，我就无要甲你讲啊。好，这个。哼，莫讲莫讲，我知影。拜一拜是暗时8点，3万块，我要改名来报名。请问，真侪人细汉的时阵食过苹果棒，内底其实是无苹果，啊，为什么伊会叫做苹果棒呢 ？A. 食苹果顾健康 ；B. 听起来较高级；C. 包装看起来较水哦。B 百分之2确定 B。你百分之100拢出来啊？为什么你确定咧？过迄间工厂。哦，你哪会去过迄间工厂？所以讲你免40秒时我间，为着要写小说去找苹果棒的工苹果厂。棒这里。苹果派的工厂。我唔知啦。啊，我的队友比你足厉害。好，嘿啊，团结就好啊啦。对啦，嘿啦。好来，咱来看这里 B， 听起来较高级，对唔对？要清场啊！该水的老师，当初迄个做出这个胖的上头起先的人吼，伊就认为讲，因为过去的时代无遐尼简单食苹果啊，苹果贵33啊，好夹人，还是讲有钱的较会食吼，啊，所以感觉讲，那这种名可能互人感觉较有价值啦吼，啊，过来迄当阵落尾有迄个苹果西打做出名的。啊，所以就是感觉讲，安尼号这种名可能会引起人的注意，吼，会啊，搁感觉好听安尼。谢谢啦。